劉嘉玲當眾刁難，你懂謝霆鋒嗎？張柏芝一句回擊，全場閉嘴。王菲閨蜜團為何從圍剿變道歉？在娛樂圈的紛繁複雜中，明星之間的關係常常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戲劇，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情節和轉折。劉嘉玲與張柏芝之間的故事，便是其中一段引人矚目的篇章。從曾經的當眾刁難到後來的態度緩和，王菲閨蜜團的態度轉變背後，隱藏着諸多因素和故事。一、矛盾初起，情感糾葛與立場對立。一、王菲、謝霆鋒與張柏芝的情感三角。王菲、謝霆鋒和張柏芝之間的情感糾葛一直是娛樂圈的熱門話題。王菲與謝霆鋒曾有過兩段戀情，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充滿了傳奇色彩。從年少時的懵懂相戀到多年後的再度復合，每一次都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。而張柏芝與謝霆鋒也曾有過一段婚姻，他們育有兩個兒子，曾經也是娛樂圈令人羨慕的一對。然而，這段婚姻最終還是走向了破裂。離婚後，謝霆鋒與王菲復合，這使得三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和複雜。二、劉嘉玲與王菲的閨蜜情。劉嘉玲與王菲是多年的閨蜜，她們之間的友誼深厚且為人熟知。兩人經常一起通宵打麻將、結伴旅行，在娛樂圈中是出了名的好姐妹。劉嘉玲甚至會在牌局上刻意讓牌博王菲一笑，可見兩人關係之親密。基於這樣的閨蜜情，劉嘉玲在情感上自然而然地站隊王菲，這也為她與張柏芝之間的矛盾埋下了伏筆。三、早期矛盾的爆發。在2018年的綜藝《王牌對王牌》中，劉嘉玲與張柏芝同台，節目設置了一個你有我沒有的遊戲環節。劉嘉玲在這個環節中公然開麥，言語間充滿了挑釁。她先是提及自己與林青霞、王菲、張國榮等人私下聚會遊玩，還特意強調自己有一個拿獎無數的影帝老公梁朝偉。這些話語無疑是在往張柏芝的傷口上撒鹽。因為當時張柏芝已經與謝霆鋒離婚，處於單身狀態，且劉嘉玲的炫耀讓張柏芝陷入了尷尬的境地。張柏芝面對劉嘉玲的刁難，並沒有選擇沉默，她當場回對了9個字：我有兩個可愛的兒子。這9個字如同重磅炸彈，直戳劉嘉玲的痛處。眾所周知，劉嘉玲與梁朝偉結婚多年，卻一直無所出，孩子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。張柏芝的回應讓劉嘉玲臉色很難看，現場氣氛瞬間變得十分尷尬。這場互對也成為了網友們熱議的話題，至今仍在各大視頻平台流傳。二、矛盾升級，節目中的再次交鋒與輿論發酵。一、綜藝中的新衝突。在2025年的綜藝《一路繁花2》中，劉嘉玲與張柏芝再次同台，本以為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兩人之間的矛盾會有所緩和，但沒想到又引發了新的衝突。節目中，劉嘉玲爆料稱，早在90年代，他們一起跑活動的時候，張柏芝就直白地說自己想生小孩。而當時張柏芝連個穩定的男朋友都沒有，這番話一出口，現場空氣都跟着凝固了，網上評論區也瞬間炸鍋。二、輿論的兩極分化。劉嘉玲的爆料讓網友們的評論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。一部分網友翻出張柏芝早年要生到不能生為止的採訪片段，指責她把生孩子當兒戲，認為她在沒有穩定伴侶的情況下就想要生孩子是不負責任的行為。然而，另一部分網友則爬出劉嘉玲和梁朝偉的丁克過往，
調侃他們簡直是生育觀上的兩個極端。在當今社會，生育觀念日益多元化，有人選擇不婚不育，有人則渴望擁有多個孩子。劉嘉玲和張柏芝的不同選擇引發了公眾對於生育觀的深入討論。三胎生父謎團再引關注。劉嘉玲的爆料也再次將張柏芝三胎生父的謎團推到了公眾面前。2018年，張柏芝官宣三胎兒子的消息後，整個娛樂圈都為之震驚。由於當時張柏芝沒有公開男友，身邊也沒固定異性伴侶，生父身份瞬間成了謎。新加坡富商、圈內藝人等各種猜測傳得有鼻子有眼，就連已經離婚4年的前夫謝霆鋒都被逼得發聲明，明確表示自己並非三胎生父。小兒子的出生證明上，父親一欄是空的，無論媒體怎麼追問，張柏芝都指曰這是我的私事，半點口風都不露。劉嘉玲的爆料讓網友們再次開始好奇，張柏芝三胎生父究竟是何方神聖？各種猜測和討論甚囂塵上。態度轉變，從圍剿到緩和的背後原因。1. 張柏芝的堅韌與付出。張柏芝在面對各種爭議和困難時，展現出了堅韌不拔的精神和作為母親的強烈責任感。她獨自撫養3個孩子，為了陪伴孩子成長，推掉了大半工作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中。她每天接送孩子上學、輔導功課，關注孩子的身心健康，將每一個瑣碎的日常都扛了下來。在她的悉心照料下，3個孩子都十分優秀。老大 Lucas 學業有成，已經被名牌大學提前錄取。老二 Quintus 低調懂事，小兒子 Marcus 活潑貼心。張柏芝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個稱職的母親。她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和尊重。這種堅韌和付出也逐漸改變了王菲閨蜜團對她的看法，讓他們看到了張柏芝作為母親的偉大和不易。2. 劉嘉玲的成熟與體面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劉嘉玲也變得更加成熟和體面。她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，對於娛樂圈的紛紛擾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。在2025年10月中旬的《一路繁花二》錄製現場，全州連日降溫。張柏芝前一晚就因感冒備賽影響了錄製進度，早上開工時臉色明顯發白，說話都帶着鼻音。劉嘉玲看到這一幕後，主動端着一杯剛接好的熱水走向張柏芝，在對方輕聲道謝的瞬間，順手將肩頭的米白色羊絨披肩解下，輕輕搭在了張柏芝因感冒微微發顫的肩上。這個不足3秒的動作被鏡頭完整捕捉，次日便衝上熱搜榜首。劉嘉玲的這一舉動展現出了她的體貼和善良，也讓人們看到了她與張柏芝之間關係的緩和。她不再像過去那樣刻意刁難張柏芝，而是選擇了以一種更加成熟和體面的方式與她相處。這種轉變也得到了公眾的讚賞。3. 那英的示範作用。在乘風破浪的姐姐舞台上，張柏芝遇上了王菲的另一位鐵桿閨蜜那英。原本被預言會尷尬的相遇，卻因那英的一句我心疼你，你是太了不起的母親了而徹底改變。話音一落，張柏芝感動得哭了。那英的這句話表達了她對張柏芝的理解和認可，也讓張柏芝感受到了溫暖和支持。那英的態度轉變起到了示範作用，讓王菲閨蜜團的其他成員也開始重新審視張柏芝。他們意識到張柏芝作為一個單親母親，獨自撫養3個孩子所面臨的困難和壓力是巨大的，她值得被尊重和理解。
在這種示範作用下，王菲閨蜜團對張柏芝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轉變，從曾經的圍剿變成了後來的緩和與理解。4. 事件反思，娛樂圈人際關係與公眾認知。1. 娛樂圈人際關係的複雜性。劉嘉玲與張柏芝之間的故事充分展現了娛樂圈人際關係的複雜性。在這個充滿競爭和利益糾葛的圈子裏，明星之間的關係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，包括情感糾葛、利益衝突、輿論壓力等。曾經的矛盾和衝突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發生轉變，而表面的和諧背後也可能隱藏着不為人知的故事。2. 公眾認知的片面性。在娛樂圈的事件中，公眾的認知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，媒體為了吸引眼球，常常會對事件進行誇大和炒作，導致公眾只能看到事件的一部分，而無法了解全貌。例如，在劉嘉玲與張柏芝的矛盾中，媒體最初只報道了他們的互對場景，讓公眾認為他們之間水火不容。然而，隨着後續事件的曝光和他們之間關係的緩和，公眾才逐漸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複雜性。3. 尊重與理解的重要性。無論是明星還是普通人，都應該學會尊重和理解他人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選擇，我們應該尊重他人的不同，而不是輕易地去評判和指責。在劉嘉玲與張柏芝的故事中，如果王菲閨蜜團能夠早日放下成見，尊重張柏芝作為母親的選擇和付出，也許他們之間的關係就不會經歷那麼多的波折。同時，公眾也應該以更加理性和客觀的態度看待娛樂圈的事件，避免盲目跟風和傳播不實訊息。劉嘉玲當眾刁難與張柏芝回擊的事件，以及王菲閨蜜團態度的轉變，是娛樂圈中一個典型的故事。它讓我們看到了明星之間的情感糾葛、矛盾衝突，以及最終的和解與理解。這個故事也提醒我們，在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公眾事件時，我們應該保持理性和客觀，尊重他人的選擇和付出，以更加寬容和理解的心態去看待世界。